台南关庙毕业后的宝东窑，2021年是因为地主种地要开路，去挖到清国做糖的遗址。即马是经过3年的考古研究，确定就是全台湾目前第一个清国糖烙窑的遗址，对台湾的做糖历史是有关键地位。文史界嘛望讲会带原地保留。 这个是专门生产区，这专门清朝的时阵的工厂啦。甲篷布掀开，会当看到一大片叶皮啊，阁会当看到古早时代制糖的古窑。虽然遮有糊土嵌过，不过因当讲也是看甲真清楚。这个地点就是清代的下路窑。方向正是窑尾，窑头在前面，它的窑尾结构保存得非常完整。我们可以看到后窑壁，烟囱的烟囱3个一排。 还有烟囱下面的排烟道，这些结构呢，很清楚的呈现了所谓半岛堰式的窑炉结构。2021年，因为地主要种地开路，才去挖到这个清朝做糖的遗址。不过，其实文史界伫国较早之前就已经发现啊。大概在103年的时候，我来此踏查，突然发现这一块石头，那距离现在。 大概有3500到4500年，特别在周遭巡视，竟然发现有糖肉的，还有肉罐。那么我确认，这边就是一个糖肉的遗址。伫遮嘛发现到大量清朝用来做糖的工具，这即马伫台湾嘛已经真罕见啊。为着保留安尼历史人文特性，文史界是希望会当完整保留。 窑址位在私有土地上面，那对于后续的一个所谓进行扩挖的一个调查，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字的审议部分必须要再跟土地的所有权人那边来进行一些讨论那希望能够让整个一个遗构的一个完整性可以在后续的一个调查里头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学者认为，这清代的下路窑虽然敢若剩一部分是完整的。 不过，对台湾的下窑甲制糖的产业历史来讲，也是真重要。当地嘛建议会当设文物典藏来保存，让后代会当继续来了解故乡的历史。公视新闻综合报道。